唔使緊張，我教你。佢嘅聲從身後傳嚟，帶咗絲安撫。佢雙手從後方環過我條腰，覆蓋喺我揸住韁繩嘅手上面，教我點樣控馬。嗰一刻，我清晰感受到佢胸膛嘅溫度透過薄薄衣料傳嚟。佢呼吸輕輕拂過我耳仔後面，帶咗淡淡香水味。我心跳唔受控制加速，幾乎要跳出心口。加維，放鬆。佢好似察覺到我緊張，聲線入面多咗絲溫柔。當我哋真係喺度拍拖。我側過頭望住佢近喺咫尺嘅側臉，喉結滾咗下，聲線壓得好低。喂姐，如果呢個唔係演戲呢？佢呆咗下，冇講嘢，只係將頭輕輕靠喺我背後。嗰一刻，我感覺成個世界都靜咗，淨係剩低我哋兩人心跳聲喺風沙入面交織埋一齊。拍完戲後，我開住紅色跑車帶佢去咗郊外山頂。嗰晚滿天星宿燦爛，車廂入面流住舒緩音樂。我幾次想伸手握實佢隻手，但最後克制住。我知佢仲未準備好，我唔可以逼佢。我會克制好自己，直到你願意嗰一日。我嗰時對佢講：Charming，同我拍拖好唔好？佢冇答，只係望住星空，嘴角勾起抹淡淡笑意。我知佢喺度諗緊，咁就足夠。而家清晨陽光灑滿房間，我起身行到窗邊，拉開窗簾，陽光即刻傾瀉入嚟，照亮成個房間。我攞起手機，揾到 Y 嘅聯絡方式，猶豫咗下，仲係發咗條信息過去。明晚慶功宴，我等你。發完信息，我將手機放喺一邊，目光落喺鏡入面嘅自己度。深藍色絲質睡衣，領口微敞，露出靚嘅鎖骨，眼神入面滿係期待與克制。我知呢場等待唔會太耐，因為我感受得到佢火心正一寸一寸向我靠攏。而明晚慶功宴就係我哋關係進一步嘅契機。我深吸口氣，嘴角勾起抹自信笑意。赤家為想要嘅嘢，從嚟未有唔得到嘅，何況係佢。